这手怎么了？皇上，龙小弟啊，你说现在山西干旱是最严重的，咱们在这儿节衣缩食的也没什么用吧？所以啊，朕已经命了山西巡抚刘德昭，建驿馆安顿灾民，开官仓赈灾。朝廷呢也拨了一些赈灾银两，还令地方官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帮灾民抗旱。记得我12岁那年，家乡闹旱，也是到了秋天颗粒无收。我呢就跟着乡亲们去挖野菜吃，那种挨饿的滋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太难受了。你说的那次灾情啊，朕也记得，但这次的灾情比那次更为严重，所以，朕除了做一些应对的赈灾措施以外，还每天晚上亲手抄佛经，祈求天降甘霖。抄写佛经，皇上，我现在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我陪你一起抄佛经吧。好，吃吧。好吃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来人！皇上怎么了？这手怎么了？皇上，您可要保重龙体呀！世淑姑娘，您快劝劝皇上吧。皇上他说，天下大旱，这都是他的过错，他要责罚自己。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，那都用的不是墨，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。多嘴。快！快点儿！李公公，李太医，皇上这脉象不对啊。虽说皇上日理万机，劳累过度，近段时间饮食又过于清淡，但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。皇上以血代墨抄写佛经，都抄了那么大卷了，身体自然而然就衰落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皇上千万要保重龙体。微臣先给皇上开几副补气养血的方子，皇上自己也得多注意，要多进饮食，多休息。这时候谁劝都没用，除非老天爷降雨了。好了，朕没事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。皇上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您是一个好皇帝。李太医，你赶紧去给皇上煎药吧。微臣告退。老大，你的立场怎么不坚定？不过就是刺了个血，写个经，你就说我是好皇帝了？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啊？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一门学问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虽然不懂什么为君之道，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努力的当一个好皇帝，这就够了。有心无力，那也不算是好皇帝。好了，朕得接着努力，写血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呀，好生在这歇着吧。我们是不是结拜兄弟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不行了，我上。虽然
我的血没有你的龙血那么珍贵吧，但是我的心跟你一样虔诚。好，只要心一样诚，你的血和朕的血一样珍贵。咱们俩联手书写血经，一定会感动上苍的。老夫倒要看一看，你有何脸面去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列祖列宗！我在这儿呢。龙小弟，你干嘛呢？一个人看着前面发呆？朕就是想起来那一日探监，鳌拜所说的话。鳌拜说什么了？他说啊，其实早在朕行动之前，他就已经知晓了朕的计划。有人向他泄了密。泄密？谁会跟他泄密啊？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哥哥。怎么可能啊！鳌拜这个人啊，这个时候还不忘挑拨离间，真讨厌。龙小弟，你不会上他的当信了吧？朕有那么笨吗？那就好。我呀，本来是鳌拜精心安插的一颗棋子，他一边用大补丸威胁我，一边又假惺惺的让我做他的干女儿，软硬兼施。所以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到最后我会帮你一起对付他，他心里啊肯定恨透我了。老大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朕都明白。不过你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我就是李欢啊，也是你的笔墨诗书小丫头啊。你知道朕问的是什么？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你看，你说不会上当，但是现在还是在怀疑我们，对吧？朕哪有怀疑你们呀？朕不过就是起了好奇心罢了。龙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跑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不愿意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，我又不想骗你。这样吧，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；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，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，可以了吧？老大，朕不过就是随口问问，你要是不愿意回答就算了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朕自然是相信你们兄妹的。这鳌拜啊，本就在宫中安插了许多奸细，极有可能是上次给朕下毒的那个内侍向鳌拜透露了秘密。鳌拜不过是想嫁祸到你们兄妹身上罢了。你放心吧，朕一定不会中了鳌拜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还是你大气。老大，你的手伤还没好，这段时间啊，你就好好待在永乐斋休息吧。这山西大旱，朕还要忙着处理赈灾的事宜，还要清理鳌拜的余党，所以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了。我知道了。今天康熙盘问你我的身世，显然是听了鳌拜之言，对你我已经起了防备之心。所以你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千万别露出破绽。你不要幼稚地认为他真的会把你当成是老大，当成是朋友。可是龙小弟他说了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他是相信我们兄妹的。这话也就只有你会信。康熙8岁登基，在这风云诡谲的皇宫当中能够顺利长大，如今又不动声色地收拾了鳌拜，他的城府之深，远非你我可以想象。他对你我好，就像我们对他好一样，不过是为了利用而已。小师妹，大师兄说的对啊，虽然你是冰雪聪明的孩子，可是也太容易轻信别人了。你忘了康熙以前是怎么骗你的？薛姐姐，没想到他身为皇上，居然撒那么荒唐的谎。皇帝就不会撒谎了吗？皇帝是全天下最会撒谎的人，否则如何骗得所有人都臣服于他呢？龙小弟，你对我真的也只有谎言和利用吗？索图，臣在。
易欢不肯告诉朕他的来历，你怎么看？回皇上的话，像奴才和明珠这样的大臣府中，都养着一些幕僚人士，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江湖上的能人异士。这些人从来对师承来历不肯明言，显得高深莫测。这可能也是他们江湖人士的一种潜在的规矩吧。奴才也从来都很少刨根问底，只是择其长处而用之，择其短处而易之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全看用人之主如何驾驭。是啊，皇上，您说的是。易欢能坦然直言，也总好过他编一些谎话来骗朕，对吧？是啊，皇上，奴才以为这鳌拜所说的话，用意都是挑拨离间。李氏兄妹是否有异心，那日久自可见人心。以皇上您的圣明，那是一定会察觉得到的。而且奴才也会悄悄地在暗中注意着他们。好。对了，鳌拜所言，只能你与朕二人知晓，切不可歪写，尤其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，更不能让李氏兄妹察觉，明白吗？这，奴才明白。奴才索额图叩见皇后娘娘。索大人不必多礼，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三叔。三叔，那个李易欢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什么品质位分都没有，皇上还单独给他赐了一个笔墨侍书的职位，还给他在后宫单独赐了所宅子，不伦不类，还真是开了我大清朝的先例。皇后娘娘，您这些话就在奴才面前说说得了，可千万不要在别的人面前提起，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皇上会不高兴的。皇上从未对任何女人另眼相看，本宫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。皇后娘娘不要忧心，她李易欢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汉女，而且还定过亲。皇上再怎么喜欢她，也威胁不到皇后。而且皇上啊，也只是图一时的新鲜，等这股劲儿过了，说不定就丢开手了。再说了，这李易欢毕竟帮着咱们斗败了鳌拜，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痛打落水狗，不给鳌拜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别的什么，都等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之后，咱们再说吧。三叔说的有道理。